今年过年，你来阮家教阮做伙食团圆饭好无？饲囝是做爸母的一个，搁较辛苦，妈妈想讲会当去靠爸爸，知影无？恭喜哦！阿姑，怎么样？一个人食年夜饭，我无这种经验。足正常的啊，连丁志明迄个怪咖拢会喊面阿姑做伙食团圆饭。这人到底是啥嘛？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听伊的名？飞机就是转机，转机就是后一个飞机的开始。啊，毋过总算是互因两个知影，因互相拢介重要。阮兄赶伫过年进前，互客户收着，啊无我就惨啊。那有可能互你一个人伫家啦。圣诞节是一个斗闹热的节，年夜饭是一个团圆的节。你敢敢干一个人过年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若是一个人。